头所等的台湾来看这个家长团体甲教师团体看法真无同的教师法修正草案，立法院早起继续来审查，针对教学不力甲未当胜任的教师，到底要安怎来处理？标准搁伫咧倒位，引起着争论。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嘛伫立法院外口来抗议，讲这个教师法的修法无应该听家长团体单方面的讲法。尊重教师专业，尊重教师专业。唔惊好好，干那为着教师法的修正，会使互教师团体做主。教师在校园里面动辄得咎，相信所有老师都会生活在所谓的白色恐怖的这样的阴影之下。立法院教育委员会即马继续伫审查教学不力甲无法度胜任的教师资遣甲改评流程，要过标准要安怎认定，引起争论。恶性非常重大，例如他去外面开补习班，然后在学校没有好好的教书，难道这样的老师，我们还是要让他优先资遣吗？老板认为你工作不力，就是老板说的算数吗？比如说私立学校的教师，他可能要被交付要去招生，那你招生未达额数，那劳方雇主就说你工作不力，对不起我老师的工作是要什么专业上的工作来教学生呢？为了避免学校凊彩找一个理由改聘老师教学不力，甲无法度胜任的参考标准，最后决定由中央主管机关来决定，老师的去留未由学校来管。